醫師親測 RIC 養生法防病抗老超有感。西醫養生與每日 RIC。各位醫師同仁，大家好，我係心臟專科李英兆醫生。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結合傳統醫學證據同現代養生理念嘅新方向——西醫養生。核心工具就係每日一次嘅 RIC（Remote Ischemic Conditioning） 遠端缺血預處理。RIC 嘅醫學根基，40年文獻支持，自1986年Murray首次提出心臟缺血預處理 （IPC）， 到2001年Carpenter喺人類首次應用RIC，臨床同動物研究已經充分證明 RIC 可以減少心肌梗塞、降低中風嚴重程度、改善糖尿病足潰瘍癒合，甚至延緩神經退行性疾病。作用機制：體液因子、釋放腺、一氧化氮、細胞激素。神經通路：自律神經激活，調節心血管反應。免疫通路：抑制過度免疫反應，促進抗發炎效益。結論：傳統 RIC 已經係臨床輔助醫療嘅成熟技術。RIC 嘅養生新定位：非侵入性、安全、低成本，只需要一部 RIC 血壓計，每日一次，人人都做到。Hormetic stress 激勵性刺激，單次輕度壓力啟動防禦機制，抗氧化、抗發炎、DNA 修復、自噬，外泌體釋放改善細胞外液同微環境，健康升級，好似每日慢跑或者間歇性斷食，長期累積養生成效，抗老化，延長健康壽命。西醫養生嘅臨床意義：防病，提升心腦血管內受力，降低缺血再灌注損傷；養生，促進體內平衡 （homeostasis）， 強化自我修復能力；抗老化，外泌體同保護因子釋放，改善細胞功能，類似異齡共生 （heterochronic parabiosis） 嘅逆齡效應。臨床補充：喺高血壓、心臟肥大、冠心病、心衰竭等難治病例中，慢性 RIC 已經顯示有潛在改善。點解值得推廣？醫師角度，有40年醫學文獻支持，科學機制清楚，粒線體保護、抗氧化、抗發炎、自噬，非侵入性、安全、低成本，無藥物副作用。病人角度，簡單易行，好似每日刷牙咁，可以喺屋企自己操作，長期累積效益，提升生活品質。各位同仁，傳統 RIC 已經喺臨床醫療中證明咗佢嘅價值。今日我哋要更進一步，將 RIC 由輔助醫療推向西醫養生。每日一次 RIC， 不單止係防病，更係養生。呢個係一種安全、低成本、科學根據充分嘅健康促進方法。我誠摯邀請各位醫師將西醫養生理念納入臨床同病人教育，令 RIC 成為我哋共同推動嘅日常健康管理工具。大家都相信西醫養生及 RIC 血壓計可以養生嗎？趕快購買一台新建 RIC 血壓計，天天養生吧！記得要掃 QR code。謝謝大家的收看，我是李英少醫師，我們下次見。